欢迎回到意大利梦幻小镇的节目。今天我们来到卡塞塔省的加鲁乔镇。本镇被无数已经种植几百年的栗子林四面包围，位处海拔368米，居民人数2158个。本集将会带你拜访本镇的主角们，也会感受一下为纪念亚伯的圣安东尼而设的节日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开始吧。欢迎来到家镇，我们不只是个红酒名镇，也是历史、农业甚至文明重镇。这里由6个主要村庄以及其他小村庄组成，各有特色。家镇的整体面积是65平方公里，这里的农业主要由葡萄园以及历史悠久的栗子林支撑着。这些葡萄园保证了加鲁乔、法兰宁卡以及阿基利克这3种传统葡萄酒的供应。在本镇共有13个现正运作的酒窖。我们也举办了8个农庄旅游的项目，供那些打算来参观我们小镇的旅客有些节目可以参与。圣斯蒂芬大教堂有很多值得你驻足观看的东西。这里不仅是家镇的国家古迹，更是乔瓦尼·安东尼奥·卡帕尼的诞生地。斯皮兹亚努的建筑群是个18世纪的贵族大庄园。除了其他为推广旅游的周年活动以外，本镇今天举办的是个重要的宗教节日，纪念我们的主保圣人亚伯的圣安东尼以及克冕一世，而我们幸得很多年轻人的支持。家镇主要位处卡米努山脉，是2战的主战场。除了战场外，本镇还有一条从米尔尼村通往卡米努山脉的朝圣之路。这里的人每年都会在升天日登上这座圣山。圣山其实是诺克莫菲费奇加利坚努国家公园的一部分。
们明白，到访家镇这种小镇的人，都想看见我们生活真实一面，因此每年我们都会在斯皮兹亚诺重演过往的即时贸易。除了人工的建设以及社会，家镇的天赋资源、无污染、活力十足的郊外也是个卖点。我们来跟家镇的主教谈谈克冕仪式的事迹吧。在家镇的4个教区都与这座宏伟的圣斯蒂芬大教堂有关系。大教堂在古时是总教堂，管理其他在镇上以及附近的小教堂们。现今仅有位于斯皮兹亚努区，以前被划为圣巴托洛莫教区的圣玛利亚德切乌夫教堂继续运作。这个是另一所正在运作的教堂——瓦基里的圣加科莫大教堂。然后我们身处的就是纪念克冕伊世的教区，本教区就是纪念我们主保圣人亚伯的圣安东尼奥节日的发源地。而你现在正就在这个节日当中。虽然我们没有很长纪念克冕伊世的历史，但这是因为这里本身历史就不长。对亚伯的圣安东尼奥的崇拜与教区没有很大关系，但却与镇上的集市有关。而这集市直到几年前还在教堂旁边的博斯大宅，后来搬去了乌巴图大宅，一直到现在还在那里。教友们都很虔诚，可从镇上有2个纪念圣人的节日见得到。1月的节日，我们会大放烟花，但规模还比不上在9月第2个星期天举办的节日。那个是我们最大型、最能体现社区投入的宗教节日。可以这样说，1月的节日是比较本地的。我们周边几个村庄的村民聚集起来见个面，在大弥撒后烧个引火，围着火光聚会。这是在大概16、17号的事，为了能让那些我们叫吸血鬼的圣灵能安全通过本镇。今年的节日都经过教区的细心安排，由我们的新总主教吉亚科莫·齐鲁里蒙奇阁下的到访开始，对我们主保圣人的崇拜在今年有上升的趋势，而大受欢迎的本节日就是个有力证据。我们会把主保圣人的圣体
从法国的一个教堂搬运到这里。这要谢谢那边教堂的主教宽宏大量，没有将我们每年这个行为当作是我们眼红他们拥有这个圣人的圣体，也因此我们能以圣体的精神力量，令宗教得以与平民百姓紧密联系。我们将自己的所有情感与爱护都投放到圣人身上了，希望他能带我们在天父前美言几句，保佑我们。我希望对主保圣人的崇拜能更加热烈，大家都沐浴在天父的慈爱下，成为主的忠诚仆人，大家互相成为兄弟姐妹。家镇到处都有可口的菜肴以及上佳的葡萄酒，我们来开餐吧。欢迎来到拉斯达扎农庄。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些老百姓用本地材料烹饪的菜肴。我们先看看前菜，这边的是各种卡塞塔猪肉造的香肠与其他肉类。说到乳酪的话，我们最驰名的是帕鲁图帕卡索的本地乳酪，以绵羊或者山羊的奶混合香草而成。这边的沙拉加上了橄榄以及甜椒，是我们传统的吃法。这是脆猪尾，其实是炸薄饼条，配上玛莎波蒂、酿提鱼饺子，馅料还可以选择椰菜花，视乎你的口味。到了主菜部分，我们有牛肝菌葱扁宽面，因为我们就在洛卡莫费山脉下，山脚的森林提供了数之不尽的菌类，森林里很多的还有那些栗子树，因此我们也有一个栗子牛肝菌汤。另一个是用本地特产的菜是特拉吃油雷汁配猪肋骨与通心粉。接着我们这道是上乘的波伦塔，以前我们配西兰花汁，但现在我们会配上以辣椒、皮鱼以及大蒜炮制的汁，香气四溢。这边的汤材料有苦苣、豆类以及栗子。转到另一边来，这些都是从卡省黑毛猪身上而来的产品，例如甜椒橄榄炸猪块，还有葡萄干、松果酿猪皮，甚至月桂猪肝。接着我们来说说甜点，这边有一个栗子蛋糕，里面的馅料是黄油奶油霜。然后我们还有另一个甜点，圣诞节必备的纽花酿核桃、巧克力以及蜜糖。佳肴少不得美酒，我们这里的酒庄地位很高，例如特拉洛酒庄。配甜点的酒，我们会选果渣白兰地酒或者帕塞托葡萄酒。本地橄榄油的生产也很重要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我们刚才的菜肴中尝到高质橄榄油的味道？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还是采用本地葡萄酿制的葡萄酒。白酒方面，我们最具代表性的是法拉宁卡酒，而如果你喜欢闻起来比较香的酒，我们也有晚收的法拉宁卡酒或者费门纳酒。我们提供适合不同场合的葡萄酒，因为我们比较清楚什么样的酒配什么样的场合，而我们绝不低估红酒的价值。美酒方面，我们也有阿利尼科、拉莫迪、卡里瓦纳以及巴雷塔红酒。除了比较大型的农庄以外，我们也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家族小生意，努力地在推广家乡的产品。我们在此等着您来参观，尝尝我们的美酒佳肴。
我在最后面的光影。在圣斯蒂芬大教堂前，我们来重新建构一下家镇在卡省的地位与历史。家镇有上千年的历史，迎来了无数的民族，包括奥斯人、欧如奇人、罗马人、萨拉森人、伦巴第人、诺曼人，而西班牙人还在这里待了几个世纪，法国人也待过不少时间。在二战时，我们也有英国、美国以及北非人到来，在这些人中间，伦巴第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记，因为他们把这里当成了一个重要的领地。他们来自卡普亚，就是那里伦巴第人的后裔。后来，诺曼人也留下了不少具标志性的建筑物，包括在圣斯蒂芬大教旁的钟楼。在1139年，路多维克·安东尼奥·穆拉托就记载在了这里。卢吉奥一家与其家臣战士们奋力抵抗教皇英诺森二世的军队，后被称为家镇之役。本战中，卢吉奥占了上风，英诺森二世被俘虏，后被囚禁在家镇城堡。可惜，这个城堡在二战时被摧毁了。虽然被俘，但囚禁者对英诺森二世待如上宾，因为卢吉奥觉得这个教皇还是正统的，也因此英诺森二世承认他就是南意大利的国王。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得到家镇诺曼人的踪影，但是影响家镇最深的还是其宗教历史。在5世纪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出了2位圣人，圣加德佐以及圣埃罗利奥。不止圣人，我们还兴建了几座教堂，包括这个雄伟的圣斯蒂芬大教堂。它位于旧日的贵族大宅旁，里面保存了重要但不娇柔造作的巴洛克时期装饰。拿破里学派的画作铺满全教堂，它们都是18世纪的作品。放置在中央的画是由一位著名画家索利万的学生雅各布·斯塔罗创作的。家镇可分为更小的各个村庄，共有6个大村，30个小村。这些大小村庄组成了家镇700年来的行政架构。由11世纪一直到封建制度结束的18世纪末期，在教堂里，我们可看到代表着这段历史的各种艺术品，包括画作、雕像等。比如说，早于18世纪的圣斯德旺雕像，这雕像是木质的，是个历史的见证。每年的12月26日以及8月的第1个星期天，我们都会带着这雕像在街上巡游。
特诺，卡文教省大主教也参加了圣安东尼奥纪念节。我们来与他聊聊。我们的教友们都是些希望能遵从基督教教义，过上简单淳朴、崇拜上帝的生活。因此，教会在社区里十分活跃，也协助培养谦逊、简朴等良好素养。传道时，我会介绍圣安东尼奥，因为他的生活就像是活生生的耶稣。当我开始管理这个教省，在向教友们传道，尤其是在大聚会时，我常提到一个原则，就是经常遵从上帝的教义。无论是刚踏上人生道路的教友们，还是已经走过一段时间的，我们都不要忘记上帝的教诲，因为他的话语便是能指导生活的真理，而我们也可从此发觉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。我们教省风光如画，社区活力充足，大家都过着美好而丰富的生活。我说的丰富生活，不仅是从历史与考古方面来说，最重要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。跟随着本地协会副主席，我们来与纳图拉博物馆互动参观一下。欢迎参观瑟克里西亚大宅，家镇为数不多的大宅之一。今天，它幸好得到欧盟的资金，得以修复，还原旧貌。现在，它是我们洛克菲摩弗吉加利吉安努国家公园的组成部分，代表着公园的美貌。我们现在身处的是博物馆其中一个房间，这些房间都是能和你的身心互动的。因此，在博物馆里，参观者可以触碰、观赏以及感受到各个这里展出的主题。我们有2个展馆特别重要，第一个是与附近洛克菲姆火山有关，而另一个则是与这里昼夜各种动植物的变化有关。在下一层，我们展出了很多地球现有物种的布玩偶。我们的参观都是需要通过镇政府预定的，但是我们很乐意在任何你选定的时间，为您的到来参观服务。本地协会当然是镇上主要活动的举办者，包括本镇节日中最盛大的葡萄节，因为这里盛产葡萄酒，还有其他节日，例如嘉年华会以及公益民俗节。如果您对我们的节日或者协会本身有兴趣，请您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专页。在本镇，传统工艺仍然兴盛，你可随处看到工匠们的手作，仍然保留着当年吉亚莫·米纳卡的艺术触觉。
这位是打造熟铁的铁匠。我想用我的方言邀请您到来家镇，这里人情味浓，风景优美，请您到来参观。我们打开双臂，欢迎您。家镇的内涵正在等候着你发掘。要重温我们各集内容，请您浏览我们的网站。家镇之旅告一段落，再见。